再来看斯里兰卡总统大选，经过史上头一届2轮计票了后，选举委员会昨宣布讲，马克思主义的领袖迪桑纳亚克胜选。根据选举委员会网站55会的桑迪纳亚克以得票率42.31%胜出，打败主要反对派领袖普瑞马达沙。迪桑纳亚克伫 X 大文，这个选举结果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所有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支持者也知影，迪桑纳亚克赢得总统大选，伫选委会外口会记录一直大声喊伊的名。斯里兰卡总统大选的选举制度，稳准投票者根据家己的介意程度，依序伫选票选出3名候选人。因为无人得到超过50%的选票，所以由得票率上悬的2名候选人，迪桑纳亚克甲普瑞马达沙进入第2轮计票决选，也是斯里兰卡史上头一摆伫第2轮计票决定胜负。4 මේ ජයග්‍රහණය ගැන අපි සහෝදරයාගෙන් කියන්නේ මේ වැට්ටල දින රට කොහොම හරි එකතු වෙලා කණ්ඩායමක් විදිහට ගොඩ ගන්න ජනතාව විදිහට අපිට පුළුවන් සහයෝගය කැපකිරීම හැමදේම 马克思主义领袖迪桑纳亚克领导的左派联邦国家人民力量党是由公民社会团体、专家人士、副教书记人甲学生组成。迪桑纳亚克提出反贪腐白台甲制平政策得到选民的支持，也是和现任总统威克瑞米辛赫的受雇派领导落来原因。对于捌伫2019年选举只摕到只有超过3%选票的伊来讲，5年来都有这款的转变，实在是无简单。斯里兰卡自2022年经济因为外汇储备严重不足，陷入大幅度的衰退。斯里兰卡经过史上上严重影响数百万人的经济危机，药品是物价市场严重欠缺，引起百姓上街示威。占领总统办公室甲官舍，必须时任总统拉贾帕克萨逃亡了后，是指公司新闻5连编译。